下一个怎么死的？做广东早茶喝的菊普死的。你菊花还是普洱啊？有必要分那么清吗？当然得分清了。普洱茶位费5块，我菊花茶10块呀。我是普洱，凭什么菊花比我贵1倍啊？可能因为它是花。那它也是花呀，它就便宜。我都不会你们早茶圈的，你凭什么说我便宜？就凭早茶都不喝你，一个没喝过茶的人随便选一个茶喝，他会选什么？茉莉花茶。哦，你是茶界启蒙，而且你连 BGM 都没有。好一朵梅。那可能因为你黑，白的茶位费高。我黑是因为泡太久了，你黑是因为属普就是黑，又不见生普和川普黑。但我下辈子就想做个贵茶。孟婆，把那几个吃剩的干拿过来。哎，喝西方树叶吗？有茉莉花茶和青柑普洱。这普洱看着好黑啊。我要茉莉花茶。下一个怎么死的啊？做广东早茶白开水死的。今天是茶专场啊，你个白开水凑什么热闹啊？我白开水也收5块茶位费哦，怎么就不算茶啫？孟婆湯煮飯，泉水、濾水、菊花、金銀花、陳皮、山楂，乜加鹽涼茶？喂，菊花留下啊！原來睇完海景嚟越差嘅咩？野馬啊，可唔可以將個店搬到南極地下？你說？